乡亲啊，咱继续甲镜头刷转来台湾，有一个帮小姐过年带一家大细到屏东的小琉球去佚佗，结果带到这种的民俗是带甲气身落命，房间垃圾无清气，冰箱漏水有臭味。 下经啊，洗身躯的莲花头嘛断去，面罩皮就搁较恐怖咯。才甲一时啊，尔皮肤就过敏起疹啦。因入去带6点钟，就惊甲退房，甘愿去困路边。但是头家拢无接电话，事后嘛无愿意来退钱，互因是活要气死。啊，原来这间吼早就红点又做记号啊。有网友讲，这间真歹名哦，想袂到阁有人会去带。讲这个状况已经真久啊。 即卖县府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调查。小琉球风景真水，淹过游客带民宿带甲规巴都火。对啦对啦。一个帮小姐翕相片伫头，铺上网络写讲，这个房间内面柜仔内这个棉被有够乱，已经莲花头嘛断去，规个火啊带甲拢过面。打开冰箱，冰箱里面是积水的，然后发臭，就一致决定就是不住了。 伊讲过年时啊，甲亲人住伫小琉球这间民宿，拍算3天2暝，订2间4人房，想要到开10320块，房间问题有够多，想要找头家反映，煞找无人。总之，他电话是塑胶做的，就是永远打不通。饭店的公告，你们有住宿上的任何问题，请打电话报警。阿勾达有跟店主联络，他的表示就是告诉阿勾达。 放进我口袋里面的东西，不可能再拿出来。来到这间民宿房间，来看被投诉的部分敢有改善。空间断掉了，断在里面。莲花头同款无受理，过来去看另外一间房间。冰箱同款积水，针对这点，头家有解说。全房间落来也无甲我讲啊，明仔载来我一定会改念。消费纠纷情事，故本处已派员进行了解。 游客带民宿带甲规巴都火，即马县政府公要调查，会督促业者加强甲改善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